你叫做咩名？Suyanti，今年幾多歲啊？今年係45歲。你結咗婚未？我結咗婚。咁啊，自己有冇小朋友？我有小朋友。係，小朋友幾多歲啦21歲。21歲，好。嗱，咁你之前喺香港做咗幾多份工啊5個老闆。 ？5個老闆，好。第一次喺香港邊度啊？第一次係北角2年，照顧小朋友同 BB。好啊，咁 BB 幾大啊7月同2歲。？7月同2歲。咁啊，先生太太有冇返工？太太唔使返工，先生返工。好。咁你係主要照顧2歲嗰個小朋友定係 BB 啊？我先聽到。聽唔清楚 ？OK。咁小朋友，你主要係照顧2歲嗰個小朋友定係照顧 BB？要啊。咁使唔使幫BB 餵奶嗰啲啊？唔使，太太餵啊。太太餵。好。係。咁啊，好啦，做咗2年，去第二個老闆喺邊度啊？第二個老闆係九龍灣。九龍灣嗰度照顧咩人？照顧小朋友。小朋友幾多歲啊？5歲同8歲。7歲。5歲同8歲，好。咁啊，嗰度做咗幾多年4年。4年，好。係。咁啊，做咗4年，點解唔繼續做啊？我太太去美國啊。移民去美國，好。係。OK，咁啊，第3個咧，第3個老闆就去咗邊度做嘢？我照顧婆婆。去咗荃灣照顧婆婆。婆婆健唔健康啊？有冇病啊？佢健康啊。咁婆婆使唔使用拐杖？唔使。唔使。使唔使幫婆婆沖涼嗰啲？唔使。OK，好。好啦，咁啊，荃灣之後咧，喺邊度做嘢？荃灣嗰度係大角咀。大角咀。咁啊，大角咀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婆婆。婆婆仲行唔行到啊？佢慢慢行。咁要唔要用拐杖或者4腳架啊？用嗰啲吸嗰啲啊，係啊。用嗰啲拐杖係嘛？要係。咁出街使唔使用輪椅啊？要啊，係出街咧要嗰啲輪椅啊。你使唔使幫佢沖涼？要。OK，好啦。OK，咁啊，最後一個老闆喺邊度？係上水。上水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小朋友兩個小朋友。好。咁嗰度點解未 finish contract 啊？我翻緊嚟，爸爸我病。你爸爸病咗？OK，明白。明白。OK，咁你識唔識煮餸？我識煮餸。識煮啲咩餸啊？煲湯、蒸雞、蒸魚、蒸雞蛋、燜豬肉。好。咖喱、炒菜。OK，好。咁你食唔食豬肉？我唔食豬肉。OK，冇問題。好啦，嗱，嚟到香港照顧小朋友得唔得啊？OK。照顧公公婆婆得唔得？都 OK。OK，好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。